聯邦大選在即，加拿大安全情報局較早前就表示，中國、印度、俄羅斯同埋巴基斯坦等國家可能會干預本國嘅大選㗎，當中包括可能會使用 AI 人工智能嘅工具，試圖影響民主選舉。雖然關於打擊外國干預嘅 C-70 法案喺舊年已經通過，但係至今並未有任何嘅落實細節同埋委任專員跟進嘅。到底外國通常會以乜嘢嘅手法作出干預呢？國民應該點樣分別虛假資訊同埋作出舉報呢？今日好高興請到加拿大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聯盟召集人，亦都係港加聯前會長馮玉蘭同我哋傾下嘅。係啊，歡迎你 Gloria， 你好。大家好，係唔該晒你嘅時間先。嗱，先同我哋睇睇下，即係我哋當局都警告過啦，可能會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今次嘅聯邦大選。其實從過往嘅資料嚟講，外國點樣或者用咩嘅手法嚟到干預本國嘅選舉呢？外國干預本國嘅選舉呢，其實由呢個政黨嘅提名戰呢已經係開始。譬如喺公開聆訊嘅時，已經係專家同埋我哋公民社會啊，都已經係揭露咗呢，就係喺提名戰嘅時候呢，就有外國嘅力量呢，就係將一啲國際嘅學生，甚至係非居民呢，報假料，話自己係一個區住，結果呢就即時入嗰個政黨，然後就投票，就選出佢哋外國專制政權所傾向嘅候選人出嚟。至於正式選舉嗰度呢，其實亦都有好多嘅干預嘅手法，呢個包括咗就係用假地址啦、假身份啦嚟去投票，甚至一戶多人呢登記做嗰個區嘅選民，亦都有。另一方面呢，亦都更加流行呢，就而家由2021年已經開始就假消息嘅傳播。就呢，佢哋譬如最近呢，就喺 Markham Unionville 嗰度，我哋已幾個月前呢，亦都已經睇到有人呢係用呢個 WeChat 呢，就係成立咗，然後呢就報假信息，就話呢其中一個候選人呢，佢就係喺香港係一個罪惡嘅逃犯，其實就冇呢回事，因為我哋嘅外交部長亦都澄清咗，其實上榜嗰個 warrant list 呢，只不過佢哋行使佢自己公民嘅言論自由嘅啫。咁所以呢，就好多呢啲嘅手法呢，都層出不窮。最近嚟講，其實喺加拿大同一個選區，亦都有另一個候選人呢，竟然呢就係代呢個外國政權呢去散佈呢個假消息，然後呢就鼓勵國民去將呢個對手呢就送入去中領館去攞100萬嘅獎金。其實呢個真係好匪夷所思，亦都係我哋絕對唔能夠容忍嘅。係呢個今日就好 hit 嘅新聞啦嚇。嗱，講翻即係外國干預先啦。你頭先提到假消息啦，亦都今次呢個嘅安全局特別提到啦，即係外國有可能會用 AI 呢一個高嘅科技咧，去嚟到影響個選舉。佢點樣可以用 AI？係咪就係話藉着一啲 AI 產生啲假嘅消息、假嘅資訊嚟到令到即係市民可能混亂一啲嘅信息咧？冇錯，其實咧 AI 暫時嚟講，我暫時都未見到一個好確實嘅使用嘅證據住。但係咧喺其他國家嗰度咧已經發生咗咧，可能亦都可以作為我哋嘅參考。例如佢哋將一啲信息拼圖啦，咁然後就製造就話係某人講，事實上係根本冇發生過。咁另一種嚟講咧，甚至更加高級嘅 AI 咧，佢就直情係將你做一個假象啊！你講話，當然對你自己不利嘅言論啦。譬如以前美國嘅前總統奧巴馬都有人做咗佢個假嘅 AI 嘅形象咧，就講一啲唔應該講嘅説話。所以未來咧，我哋每一次睇到嘅假信息咧，一定要係上網咧去尋找翻個事實個比較，去分辨真假。係啦，我哋成日話 fact check 一下嚇，同埋可能我要 check 啲即係主流傳媒、大嘅傳媒，睇下佢有冇即係講呢方面嘅信息咧。其實而家有冇一啲嘅機制舉報？嗱，C-70法案雖然通過，但係就冇落實機制。其實有冇呢啲舉報嘅機制？如果見到有懷疑虛假資訊，有冇渠道可以投訴嘅？其實嗱好可惜咧，就係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咧，由於嗰個專員仲未委派，亦都未成立嗰個機制，所以佢未係成為一個可行嘅通報嘅對象。但係咧，就其他咧呢個刑事法啊，同埋資訊嘅
保密法同埋呢個情報法咧已經係實施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見到一啲可疑嘅即係信息傳播或者甚至有滲透嘅情況咧，其實大家亦都歡迎你同我哋公民社會通報。例如好似我哋講家聯，另外一方面咧，其實皇家騎警咧亦都有一個熱線嘅電話嘅1800-420-5805，大家可以打到呢個電話嗰度咧，去通報你觀察到一啲可疑嘅跡象。係，我哋可以即係舉報啊，或者覺得有懷疑，但係其實即係個法例雖然通過，但係其實都即係監管唔到啊，規管唔到或者防止唔到即係外國嘅即係去干預我哋今次嘅本國嘅選舉，係咪咁講咧？今次嚟講咧，就係即係好不幸咧，就係暫時都未有一個好即係全面嘅機制。但係咧，我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聯盟運動咧，已經向政府公安部咧提出咗咧，就叫佢建立一個中央嘅機制，係長期唔係淨係選舉期間，係長期去監察喺社交網站咧流傳嘅信息。如果真係有假消息傳播嘅時候咧，佢哋都立即採取行動咧，係揭止或者亦都係有一個事實分辨事實嘅機制。我哋 back check 嘅機制，好似台灣一樣咧，俾大家可以分辨到真正嘅事實係點樣樣。其實今日咧，聯盟咧就會發出一個公開信咧，就俾所有嘅政黨，要求佢哋咧係承諾喺當選或者成立政府之後呢，係要切實同埋呢係迅速去執行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同埋所有有關有效遏止外國干預嘅所有嘅措施。所以我哋會長期跟進。未來辛苦你哋繼續去跟進啦，因為好多嘅細節都要落實，同埋可能要繼續爭取。而我哋選民喺呢一個階段呢，就係要即係我哋要保持警惕下，對一啲嘅懷疑嘅資訊，亦都唔好話咁容易信，多啲 fact check， 咁啊唔好俾一啲網上嘅虛假資訊所蒙蔽，影響我哋嘅選情嘅。OK， 唔該晒，有機會再傾偈 ，Gloria，thank you。多謝。OK， 好，拜拜。剛才咧係同加拿大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聯盟召集人馮玉蘭同我哋探討下外國可能會干預我哋今次聯邦大選，以及我哋國民應該點樣提高警覺嘅。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